讲到即届这个选举，国民党不管是选总统，或者是选立委，拢输甲有他卖。国民党的青壮派站出来，要求因的党主席吴敦义落台负责，互世代会当来交替。那安尼刷落来，就要来接国民党的党主席咧。韩国瑜讲伊无规划，侯友宜嘛讲伊要专心市政。目前，以新北市的前市长朱立伦，阁登去做党主席的可能性上悬。古今数十，跟你共度2020年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公布去年的福地啊，甲春联，并且邀请大家做到新北市行村。国民党败选了后，伊敢有这个意愿要接党主席？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每天非常的务实的做事再做事，把事情做好就重要。败选后，国民党中生代甲新生代拢有站出来，要求吴淑怀是不分区的立委，党主席吴敦义嘛袂使保不分区，以为2020的败选来负责。冷静的去思考下一个步骤怎么走。目前被点名的主席人选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讲无这个规划，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人气上好，另外还有台北县前县长就席位中央委员连胜文、立委蒋万安、江启臣、柯淑华、詹明忠拢被点名。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，我都祝福大家。谁去当主席都没有意义。目前，第一个一定要先提出路线问题嘛。那党的路线是不是已经被否定了？国民党主席敢爱换人，党内看法无共款，就要等拜三中常会去讨论。